国际新闻来看，罗西亚总统普廷昨伫印度访问，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时，强调讲，乌克兰的军队得爱撤离东部的顿巴斯地区，无的话，罗西亚会继续拍落来。佮讲绝对袂为停战来让步。也毋过，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嘛强调讲，因绝对无要割让领土，这场战争要安怎收煞，恐惊是无遐尼简单。 恁的军队若唔赶紧撤离，就是换军来拍你。罗西亚总统普廷接受今日印度访问的时阵，搁一届来警告乌克兰的部队爱赶紧撤离东部顿巴斯地区。对着结束战争的条件，伊拒绝做任何的退让。目前顿巴斯地区有85%的土地互罗西亚占去。美国总统川普进前则讲，伊的谈判代表团伫个莫斯科讨论美国提出的和平方案的时阵，认为普廷会想要结束战争。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esident Trump, indeed, they have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of why it needs to end and as soon as possible. Incidentally, humanitarian issues. 普廷讲，伊甲川普的特使维考夫也个竞赛库逊呢，咧会谈进前，无看到美国提出乌克兰和平方案的新版本，内底有一寡内容，因嘛袂同意。 They simply broken down this 28 and later 27 points into 4 packages. Okay. And they suggested we discuss 4 packages. 普廷是无讲问题出伫咧倒位，但是目前还佫有两大问题超袂好势，包括罗西亚占领乌克兰土地要安怎处理，还佫乌克兰的安全保障。乌克兰这边讲，因绝对袂甲罗西亚抢走的土地就安尼送出去。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强调。 发起战争的是罗西亚，因无应该因为安尼来得到任何的片头。也另外，英国这边，英国一个负责人 Sturgess 风头声经毒素过往的这件代志，英国方面调查认为，罗西亚总统应该爱负起道德的责任，啊，毋过罗西亚到当时也阁无要承认。啊，那这件代志是伫咧2018年3月，普廷叫人伫咧英国将罗西亚的 Spice 拐捕，甲伊的查某囝头互死。 两个人伫咧公园中毒，煞会昏迷，好伫加在有救倒转来。但是伫咧同一年的7月，英国一个负责人 Sturgess 甲伊爱人啊，伫咧粪扫桶捡到一个药罐啊，掠准讲这是香水，就甲喷伫咧手的。结果这个负责人就安尼过网络。公司新闻黄韵玲编译。